大家好，文師傅啊，嚟到2026年丙午年啦，屬兔仔嘅朋友今年運程又如何呢？嗱，屬兔仔咧今年就叫破太歲啦，咁運程起落咧都 OK 嘅，但係咧小心啲，今年個桃花運咧太過澎湃啦，即係因式惹禍。屬兔仔今年咧唔知點解咧我叫做咧又有咸池又有桃花喎，加上又有連殺、絞殺、捲舌呢啲，好多時因式惹啲口舌是非嘅嘢咯。單身嘅朋友今年可以話你多姿多彩嘅一年啦，小心駕馭呢件事。而至於已婚或者有長期伴侶嘅朋友咧，我會鼓勵大家啦，即係如果假設拍咗好耐拖，今年係一個好好拉埋天窗嘅日子嘅，我叫一起當三災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就要小心好多誘惑出現啦，話咩三角戀、四角戀，我都即係驚你吃不消啊！咁變咗咧，屬兔仔嘅今年嘅朋友咧，真係要好好拿捏呢一點啦。咁至於吉星方面咧，有福星、福德、天喜同埋天德星嘅。嗱，呢四大吉星咧，某程度上我哋叫做次一級嘅貴人星啦。做下義工啊，幫多啲人啊，探下長者咁樣。咁某程度上咧，你去幫人嘅時候咧，你呢個貴人星咪更加個能力咪會大啲咯。咁有陣時有啲麻煩嘢咧，佢都會幫你迎刃而解咯。咁另外啦，今年係好旺你咧，叫做咧一啲不動產嘅增益㗎，即係如果諗住買樓嘅朋友咧，屬兔仔嘅人士咧，今年可以諗一諗，或者轉做一啲我哋叫長期性嘅穩健投資啦。不過有三大年份呢要特別小心：2011年、1975年、1951年。屬兔仔人士咧就要好好拿捏下啦，我驚你今年會因式惹禍啊！即係變咗咧，如果假設有穩定伴侶嘅，再有人出現嘅時候咧，就要真係拿捏好少少咯。好，屬兔仔嘅朋友咧，告誡啦，正東方屋企的正東邊咧，一定要執乾淨企理佢啦。其次咧，就盡量避免啲刀刀劍劍擺喺正東方啦。你把餐刀啦，你個叉啦，或者一啲有陣時屋企可能有啲裝飾物咧，係好似一啲武士刀咁樣咧，盡量唔好擺喺正東方咯。你正東方咧，可能執乾淨企理佢，已經可以提升你個運氣噶啦。加上咧，你今年有財星入咗條命嗰度啦，咁啊常常咧，如果有啲錢突然間即係冇預期有啲錢翻到咧，都鼓勵你捐少少錢出去做下善事咧，對你個運程一定有幫助噶。